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很多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玉儿，八子。八子怎么样？密八子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。大王，微臣只是初步判断密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再以犀角牛黄驱毒。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密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黑色的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，我这里有解毒药。芈月这次自寻死路，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。你们不懂，这药可以救命，
也可以惹祸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祸却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！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。听警士说，王后也吓坏了，她还吃了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。下一步会不会牵扯到我们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从今日起，紧闭门户，跟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个惹祸的东西。我们跟他从无关系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么来了？此毒确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。楚国？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，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该不是一种，至少是3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。雍瑞那边有消息吗？中行先生特立独行，神龛也可以当信使用。拿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小人是做小买卖的，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赶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么错呀，官爷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阳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审。带走！不是，官爷，我没犯什么错呀。大王，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后主使中行期已经给抓回来了。抓了？是。问他们有解药吗？中行期虽很严，一个字不肯吐。倒是那个范谷什么都说了，他指天发誓说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老奴派人在他的铺子里搜了个遍，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药。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找不到解药。马上重审那个范谷，还有，让雍瑞一定要撬开中行期的嘴。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说，那个中行期曾经与张子有来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让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据报，韩国已为大战制造弩箭40万支，长矛15万支。赵国征集战马2万匹，征兵8万；魏国也已征集重甲5卒1万人，战车2000架，征赋3万人，征兵10万。楚国更是答应20万兵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国和齐国，诸国的兵马统共在60万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感冒。臣在。
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，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吉，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宁华，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宁瑞，臣在。你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相、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。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，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张子，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是非当中。哼，这和氏璧，说来惭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缘。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吗？关心则乱，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种种之蹊跷。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士当中有一人叫中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，实在令人瞩目啊。知道，我们相识在魏国，是个能人。哦，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，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府。雍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，如今他在我的手里。大王，你有何事？臣妾知道，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，臣妾感同身受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
女医师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警示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唤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王后这几日好忙啊。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治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。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第2层，左下第1格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
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。弄不好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其解药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芈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？大王，芈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寝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期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，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秦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替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
这几日，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你看看，当日张子与寡人在楚国相见，一贫如洗，两袖空空。他若有和氏璧，又何苦那么落魄呢？微臣也是觉得疑惑，但或许当年只是障眼法呢。既然中行期是五国奸细，会不会他在离间分化？中行期是熬不住酷刑才吐的口。就算大王不信张仪会背叛秦国，不信张仪会因五国之乱而胆小逃跑，但那中行期乃张仪旧友，他的口供详尽无比，而那块和氏璧也曾的确与张子息息相关。大王，中行期的供词暂时看不出任何破绽，这和氏璧又突然出现在咸阳，张子百般热心从中周旋，很难说跟他无干系。大王，张相来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雍大人，臣拜见大王。张仪一直在筹划出使列国的事宜，打算即刻启程。张子，你可曾听说宫中和氏璧一案？哈，此事宫里宫外废议，臣怎会不知？张子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事并非一人所为，其中必有许多曲折，牵扯进的每个人都砸进了自己的私心和手段，才导致此事如此复杂多变，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起初的愿望。寡人本欲差你出使列国，游说列国国君，可眼前情形有变，寡人想将你的行程缓一缓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刻不容缓。大王突然主意变了，能不能给微臣一个理由呢？那中行期已经招供了，说那块和氏璧本就是你的。我的？如果和氏璧是我的，我再买它做甚？哄抬市价，图什么？筹款潜逃。楚离子，哎，我张仪心智不全啊！我要潜逃，我带块玉走，不比带2大箱子金子走要容易得多吗？寡人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，但既然此案牵扯到张子，就请张子在家中多留几日吧。自古谗言离间，皆因君生疑心。臣有嫌隙，趁虚而入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是如此，我张仪无可辩白，微臣告辞了。张子，既然如此，寡人就不得不派人去你府上，免得生变。好，那是自然。我张仪如今已经成了大秦的嫌犯了，当然得让人看着。你大王没有即刻将我扭送廷尉府受刑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嘿嘿。楚离子，你以为张子
会是偷盗和氏璧之人吗？大丈夫不拘小节。臣以为，张仪有没有盗取和氏璧，是否私藏和氏璧，甚至变卖和氏璧，那都与我们无关。那和氏璧是楚国国宝，又不是我秦国国宝。楚人失宝，乃是他们自己失德；何人得宝，以何种手段得宝，在这大争之事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张仪若身居国相之位，却对秦国没有信念，甚至悄悄打着逃走的念头，这恐怕是最不可原谅之处。你真的相信他会是又一个公孙衍吗？张仪为人张狂，与臣性情不合，臣不愿为他打这个保票。但是以臣愚见，张仪未必不忠。身为国相，何等荣耀！不到最后关头，岂能轻易弃之？且他曾亲口说过，五国联盟并不可怕，并且自告奋勇前去游说。然人在危难之刻，难免有一时半刻的失措之举。多筹些钱，为自己留条后路，也未必就完全说不通。在未能找到和氏璧真正的来历之前，张仪仍是嫌疑者之一。是君臣之间必以信，是夫妻之间必以诚。眼下寡人到底是疑心太重，还是真的无人可信？事关我大秦福祉，实在让寡人左右为难。芈月，芈月，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竟然认不出寡人了。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芈月醒了。是。大王，八子，你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他，你为了他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没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两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淌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
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。在我秦宫里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沁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，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，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3言2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基地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围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张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要及时求见大王。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。
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木坚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玉儿没事。没事，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。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，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范谷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世家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。只因他们有备而来，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张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，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设计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昭阳当统帅，昭阳自然立功心切，
但朝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工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朝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朝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朝阳不过是误会张仪到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，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不妨派一辆好车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我乃肉体凡胎，
当萎靡实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，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，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，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。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，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芈月说得好，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，来人，来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盘高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，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
你出师了。大王，此番诸国哎呀已经对我大秦举兵，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快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，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，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这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士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是为知机者死，张仪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遇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试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调整。如何调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后背、肩膀易受攻击。其甲衣由前甲、后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骑兵必须便于骑射，其甲衣就比较短小，仅到腹部。没有披帛，还有车御，他们的手、臂、颈易受攻击。孩儿让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和后甲，还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领。好，华儿真能干。函谷关大敌当前，孩儿愿为父王分忧解愁。华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辜负过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个娘亲，娘亲又做错何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前阵子和氏璧的事吗？宫中人人皆知。你那个娘亲又在搅浑水了。父王，娘亲糊涂，
请父王宽恕，孩儿定以命相劝，让娘亲好好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错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摄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。因此，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。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假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玳瑁姑姑那儿，玳瑁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得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盘龙文狐1个，金银错云文尊1对，云文狐2个，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螺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自查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查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
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朝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朝阳的亲侄女。你们给我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一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景氏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姐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一两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姐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姐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啊，大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！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叫祸不单行。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去宣示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继儿，继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，
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，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氏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氏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誓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人在后宫，如周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，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玉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；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，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，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。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大王，臣妾这是才看到，刚刚摘下这几枝，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刚过不久，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。哎，仙儿、慧儿，你们多带些人过去，多摘些，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，让大家也添添喜气。是。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来了？刚才在王后那里坐了坐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函谷关集结了大量秦军主力，军中粮草吃紧。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饰筹备军粮，没想到王后真是深明大义。函谷关那边怎么样了？函谷关连日大雪，今日接到战报，各国兵马中只有韩、赵、魏3国兵马抵达了函谷关。燕国兵马尚未出动，楚国20万大军走到半路，突然说因为太冷没有冬衣，不肯再前进一步。2日前，司马将军趁着大雪，夜袭了魏国的粮草大营，烧掉了他们的粮草，并意外虏获了几名建造弩机的韩国工匠。大王的话让臣妾想起一件事：孟莹嫁入燕国那寒苦之地3载有余，
刚开始燕国那边还常有书信来往，自从燕王驾崩后这半年多，怎么变得渺无音讯了？是啊，寡人心里也惦记得很。张子不日便会到燕国都城，他定可以见到孟莹，带回音讯。公子，咸阳城到了。先生是来住店的啊！你们秦国大王招贤纳士，我会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。哎，里边请。这位校尉，在下东周国世子苏秦，有一封重要书信要面呈你们大王。就凭你，说想见大王就见大王？我们大王哪有这般空闲？苏秦愚钝，还望这位校尉不吝赐教。你是世子，凡世子见大王都凭借策论高低，你的策论若有见地，还愁大王不召见你？此话当真？大王爱才，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。多谢。姬儿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魏夫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稀客。谁啊？披香殿的魏夫人。请她进来。是。姬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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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见过魏夫人。哎呦，妹妹太客气了，快坐。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，真招人喜欢。你看，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。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。是，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。他该午睡了，把公子抱出去吧。是，走喽。哎，走。哎呦，前些日子，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，图个开春的好彩头。姐姐无以回报，也带了些东西给八子。刚好啊，前一阵子华儿猎了些白狐，急坠成裘，让人赶着做好给我送来。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，妹妹赶紧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魏夫人客气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我是特地来向妹妹道谢的。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聪颖，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，姐姐险些误会了王后，伤了后宫姐妹的和气。我一心只想报答，但思忖着这入口之物，难免忌讳，所以……姐姐快起来，姐姐言重了。妹妹，你是对姐姐仍心存芥蒂呀？魏夫人若是真心，这声谢我收下了，但狐裘还是请魏夫人拿回去吧。这，妹妹，你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吗？夫人刚才说了，这狐裘是公子华对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怎敢随意夺取？公子华孝顺，是魏夫人的福气。我也盼望着继儿有朝一日能长大成人，如公子华一般建功立业，得一方封地。自此，我也就一生无求了。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样。哎呀，只可惜他人对我误会已深。妹妹，你若不念旧恶，不计前嫌，姐姐愿与妹妹亲如手足。
照我的脾气，就将他撵出去。他那次几乎害了你和小冉的性命，如今拿一件狐狸皮就想糊弄过去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或许魏夫人想做个洗心革面的人，在宫外面也许有，但后宫里头不会有。亏你没收他那件衣服，不然我还真得一把火烧了他。说什么入口之物难免忌讳，当年你娘亲就是穿了一件威后送来的锦袍，弄得生不如死，否则……八子，姑姑为何这么不开心呢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。谁说的？这眼下就有一桩。你说说看。大王让木心告诉八子，过几日，魏冉要跟着司马将军回来了，而且要在咸阳住上2日。大王要他回函谷关前进宫看看八子，让你们姐弟团聚一番。姑姑，小冉要回来了。是，小冉要回来了。小鸟飞，小鸟飞，要吗？要吗？木心说过几日，这都过了几个几日了，小冉为何还没有回来呢？小冉就算回到咸阳，还得跟着司马错将军忙碌军务，闲暇了才能来看我们。小冉那么大点孩子，上沙场不哭就不错了，还能忙碌什么军务呀？难怪一路都在打喷嚏啊！原来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！啊？哎，不认识了。